看错行了啦！啊，你好像是看错行了啦。什么叫两张看错行？对，那个52亿那个是上面一件事啦。怎么看错行？我赶快同一个专门栏里面，拜托你妈妈呢，骗人卖去的。来，我们看下一页。喂，小赖，你对我说，真正你点管抓甲下骹抓。 你回去吐唔对伊啦，同一栏是顶我抓伊，他说。那这样袂好落去，哎，敢若你斗唔着抓伊啦。我斗唔抓，以后别人讲，他乱掰啊！委员，你预算书对看嘛？敢若你这抓对伊抓去哦。说明你讨清楚。你的说明是电管部门说明的。因疫情变化，办理相关防治工作所需经费52.8361.5000块。那个是防治经费。还是52.18，这边512，你对看嘛？那个是蒋辅助会。你斗唔对呀？哈，目镜爱换一下。斗唔对呀，斗唔对。你找对你倒回去刚才那个图，你连那数字都唔对。